热血检察官只身扫荡赌场，却被上司狠狠扇了一耳光。重生之前，全厅长曾找到西柚，将他收集到的证据交给他，这其中就包括赵议员手下的贿赂清单。西柚追上全厅长致谢，承诺一定会让恶人受到惩罚。重生后的西柚将赌场一网打尽，反被全厅长打了一耳光，警告他不要再莽撞行事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。西柚审讯了雅珍的父亲，他因赌博欠债，竟卖了自己女儿还债，之后还不知悔改继续赌钱，但雅珍已经不在意了，因为看不到任何希望。雅珍爸很懊悔自己的行为，西柚让他放下一切，和女儿一起好好生活。赌博本就是非法行为，赌场被一网打尽，欠下的债务也就不存在了。上万找出了隐藏账簿，西柚让他立即去首尔，将资料交给成为了记者的韩美。随后审讯了幕后老大，质问他赌场消失的女人去了哪里。老大立马慌了，说绑架是贤仲负责的。贤仲失去了靠山，只好招供了，说接到命令绑架女人，并注射药品，再卖给娱乐场所。听到已经有20多名受害者，西柚再也忍不了了，给了男人沉重一击。西柚让搜查官将名单上的女人都确认身份，好好检查一番，是否有注射痕迹。要追加贩卖人口和药品的罪责，就要先找到受害者。黑老大进了检察署，也摆着大佬的架子。西柚关掉监视器，对他就是一顿暴打。搜查官突然出现，说厅长有事找他，黑老大才逃过一劫。厅长正受着各方的压力，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，丝毫不管他人的死活，命令厅长立即放人。西柚无奈说已经晚了，随后打开电视，新闻正播报非法经营赌场的事。市长还站着背后的靠山，警告他们做好和权力斗争的后果。西雅来到江原找到西柚，两人简单的寒暄过后，韩美也来了这里，两个女人擦肩而过，简单的对视就弥漫着火药味。韩美吃醋的质问西柚，他们俩谁更漂亮？混混们被释放后，第一时间就是来挑衅西柚，暴脾气的韩美自然不会放过他们。西柚准备投靠金部长，带着厅长回到首尔，用权力来实现正义。西柚接到举报有人利用渔船运输药品，便让上万潜伏在那里寻找证据。搜查官自从成为西柚的部下，就再也没有过空闲，摊上这样的热血上司，也只能凭着意志努力撑下去。黑老大看着报纸上赌场被端的新闻，明白自己已经成了弃子。西柚让他好好想清楚，是要独揽罪责，在监狱度过余生，还是选择招供。厅长将地方官员的贿赂名单交给西柚，决定与他携手一同铲除腐败罪恶。潜伏的上万也终于发现了线索。西柚立即回到首尔，请求金部长的帮助，打算用这起案件换取在金部长手下任职的机会。金部长权衡利弊后，欣然答应了。西柚在检察厅还遇见了明秀，聪明的他猜出了西柚来这里的目的。西柚也不由得对他的敏锐感到害怕。龟梨也成为了一名检察官，他刚教训完下属，就看到了门外的西柚。八卦的上万忍不住感叹，西柚到底有几个女朋友？更可恨的是，还都那么漂亮。金部长向赵议员请示，西柚想要调往首尔的事，条件就是要带着厅长和检察官一起。赵议员自然不想错过西柚这样的人才。雨露均沾的西柚没有漏掉任何一个人，前辈们也托他的福得到了升迁的机会。西柚带领着搜查官和上万潜入内部，成功在鱼肚子里找到了药品。随着西柚一个号令，抓捕行动也正式开启。